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绍介这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字就是弟，小弟的弟。有人认为弟是爸音，弟本来是讲家辈有血缘关系，比家己较细汉，就是小弟。共一个老爸是亲小弟，共一个阿公是结拜小弟，啊那共一个外公就是表小弟。落尾嘛会当用来称呼比家己较细汉的查埔，啊那文音读做tē，tē-tshú的tē，带大家做伙来绍介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小弟，拄则讲到称呼比家己年纪较细汉的查甫，本来是敢若讲有血缘关系，落尾无血缘关系嘛会当讲。第二个词tē-tshú会当讲是宗教的信徒，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小弟甲阿兄讲新明兄tē-tshú行，讲到新明香火真旺，信徒就爱加开钱，伊是要考劝兄哥，敬神爱拄好就好，唔通伤过头勉强。今仔日绍介这一字弟，这是爸音，文音读做tē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